佐敦炮台街光裕大廈，一個尼泊爾裔嘅2歲男童喺1樓單位裏面爬窗，驚動途人報警。涉事男童喺媽媽陪同下，由救護車送去廣華醫院。33歲嘅爸爸同28歲嘅媽媽都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，而被警方拘捕。事發星期六下晝3點幾，涉事嘅窗戶冇窗花，個男童爬上窗邊逗留咗大約5至10分鐘。有街坊話，個男童曾經拋下雜物，包括係紙張同埋相片。附近嘅商戶憶述返當時情況。危站咗幾耐先至？咁有超過5分鐘咯。超過5分鐘啊！哇！真係都期間做啲動作都好危險下㗎。例如個動作係點啊？咪烏低身出去啊，有少少想擒出去啊咁嘅姿勢咯。佢擒咗一下，見到佢隻腳。哇！擒咗一下啫。之後5分鐘之後就係大人抱翻佢入去咁樣。係啦。哦。有個南亞裔上1樓就抱翻佢落嚟。嗰個姐姐嗌我，快啲嚟啊！快啲嚟啊！你啊嗰個 BB。差唔多掂啊，差唔多掂啊。哦，差唔多掂。咁你跟住點做啊？跟住咧，我嗌佢嘅爸爸媽媽。跟住咧，佢個爸爸媽媽聽唔到咯。喺邊度？佢哋嗰陣時係？喺屋企啊。你喺下邊街嗌上去。係啊，跟住咧嗰度有靚仔啊，嗌佢靚仔，快啲去送啊，快啲去送破門啊。嗰個破門啊，佢聽唔到，跟住咧靚仔砰嗰啲腳。踢門。據了解，個媽媽聲稱當時將個男童交俾丈夫看管之後去咗瞓覺，點知丈夫都瞓着埋。